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6号。这一期咱们閒聊什么呢？聊下岗潮、下岗和失业潮、失业。聊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新聞。我看有自媒体報道說12月23號，由於8個月未發工資，山東菏澤單縣全縣數百環衛工人集體罷工，到縣政府討薪。關於環衛工人發不出工資，這個不是山東單縣一個地方這幾年來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報道，包括公交車司機發不出工資，這個也是經濟下行的地方財政難以為繼的一個必然現象。那今天另外一個新聞呢，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中建六局5億元賣總部大樓，央企總部大樓被打包上市。中建六局5億元賣掉總部大樓，位於天津市河東區核心板塊中建中心，近期作為底層資產登陸上交所，發行寫字樓持有型不動產 ABS， 發行規模5億元，產品期限30億，30年。中建中心是中建六局總部所在地，總建築面積5.7萬平方米，建築規劃為地下2層，地上26層，包含5A 級標準寫字樓，中建粵東方住宅和商業等配套措施。不要看它眼花繚亂的什麼 ABS， 實際上就是中建六局把自己的總部大樓賣了。中建六局存在一定的償債壓力，此舉旨在盤活存量資產，提升管理水平。中建8局已經把大樓賣掉了，中建幾局這都是央企最近咱們在節目裡面也介紹過，對吧？中建、中鐵各大央企，什麼設計院是不是紛紛在停薪留職裁員，這個放假只發底薪1000多2000，大家在網上這樣的帖子非常多這可都是央企欠薪裁員放假。這是2025年2026年，對吧？這是新名詞叫失業潮，所以對應到30年前上個世紀90年的末，那叫下崗潮，本質就是沒有了工作，只是時代變了，叫法不一樣。相隔將近30年，讓我們覺得感覺到每隔一代人時代風暴便會捲土重來一次。1998年那會兒叫下崗，到了2025年換了個說法叫優化。從表面上看，劇本好像已經重寫了，對吧？車間變成了寫字樓，搪瓷缸變成了馬克杯，28大槓變成了電動車。實際上這一切裡面有變的也有不變的，30年過去了，對吧？有些沒有變，有些已經發生變化。所以我今天就是閒聊一下下崗潮與現在的這個叫失業潮。為什麼呢？對吧？我是最有資格聊這個話題很多老粉絲都知道我大學一畢業就是98年就趕上下崗潮。那一年正好我還清楚的記得98年是大洪水，長江流域發生了這個特大洪水。那一年我大學畢業，我還在長江大堤上待了7天，抗洪搶險烈日炎炎的夏天那個在大堤上待了7乘24小時。時間再往前倒1個月，當我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在學校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下崗，完全沒有感覺。那時候資訊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對吧？那個時候看報紙那都是奢侈行為，你還有錢買報紙，學校報欄的報紙還太遠，沒有人大冬天了，對吧？或者是大夏天跑到報欄那看，已經沒那個興趣了，所以對社會上的事情一點都不了解。那個時候也是充滿了，一方面是焦慮，就是焦慮找不到一個好工作，有的是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什麼呢？一方面是也憧憬，對吧？覺得未來可期所以就在這種矛盾複雜的心情中等待畢業。但是對社會上是一點都不了解這個社會困難到什麼程度，那跟大學生一點關係都沒有，他不知道。等到我一畢業，對吧？去了國企，然後那種壓抑的氣氛馬上就體現出來了。給我當頭一棒就是什麼呢？那工資本來是600一個月，我記得當時我的工資是600多，但是由於廠效益不好，只發50%，就300多一個月還有300多沒錢發，也在那放着掛賬，說等什麼時候廠子效益好了再補發。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所得到的消息那廠長頭等大事就是天天到處要錢，到總公司到集團就哭窮，要錢幹什麼？發工資。集團公司的人呢，老闆老總到省裡哭窮要錢，尤其到這個年前，就像現在這個時候，因為他工資發不下來，有的時候連50%據說都發不下來，很着急所以那個時候社會上開始傳言什麼下崗潮，也是這個時候，對吧？你有條件看什麼電視新聞聯播然後看報紙因為廠裡面訂了報紙所以說通過這些媒體了解了這個形勢，才知道東北的下崗潮。東北是最嚴重的地方，幾千萬職工一夜之間失去工作。那我們廠呢也搞上下崗，
這個我在以前節目裡面說過很多回，那個上下崗非常殘忍。我們廠裡面是指標是10%，就是砍掉10%。当然前面啊，先搞了一陣子叫什麼降本增效，因為我是技術科的，所以我也被这個安排到一個叫降本增效這個小組。這小組幹什麼呢？就天天研究怎麼節約成本，怎麼從那個原材料裡面扣點錢出來。通俗說法啊，就按照現在說法，你怎麼樣以次充好，對吧？用那個比較便宜的差的料子進去，這個產品質量也能用啊，產品啊面面相向也能用，這樣成本不就低了嗎？就幹這事。還有人專門研究賣廢品，把廠裡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方設法去賣廢品換錢，那最後給大家發點獎金或者叫過節費。但是這些啊都不是長久之計，对吧？搞幾個月它就不行了，最終還是要裁員，裁掉10%。那個時候裁員不像現在啊，領導說了算，把你叫來一談話，你走人吧？不是啊，因為國企嘛，它是搞投票。98年啊，我們科啊這個指標就下到每個科，我們科好像一共7、8個人，我還不算在內，因為我是剛分配的大學生，不參加這個上下崗。其他的老員工，對吧？一共才7個人還是8個人，10%才0.7個，然後正好那個隔壁那個質量科好像是4個人啊，當然科長也不參加上下崗啊。這樣的話，把2個科合到一起，不是12個人嗎？然後裁掉10%，就裁掉1個，那裁誰呢？所以這個廠裡的組織科科長啊，帶着技術科科長，帶着質量科科長，召開2個科的會議啊，一共12個人坐那兒，這3個科長再開始在那講一通啊，這個裁員的這個必要性。它不叫裁員，那個是叫下崗分流啊，準確的說法叫下崗分流。把這個重要性一說之後啊，然後就開始不記名投票，從這12個人裡面選一個，大家投票，誰得票最多誰就下崗。關於這種描寫啊，在文學作品裡特別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看一看。那我是親身經歷啊，整個會議室啊，那是異常的安靜，叫寂靜啊，沒有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大聲喘氣，而且沒有一個人抬頭到處看，都是低着頭，生怕啊自己被選中。最後啊，我的一個師兄，我們倆一個學校畢業的，他比我早10年分到這個單位，那個時候他正好大概不到40歲吧，就這麼個年紀。我為什麼對他印象深刻呢？因為他有個兒子，好像當時8歲吧，他的兒子外號叫耶利欽，那時候俄羅斯總統不叫耶利欽嗎？所以印象很深刻。最後那個組織科科長啊，當時一公布那個票數啊，我這個師兄是得票最高，众望所歸啊。雖然當時有這個叫這個大家投票只占60%啊，這個权重，還有20%是科長，還有20%是廠裡的領導，這一共是100%嘛權重。但是這個基本上你民主投票評議，他就排第一了，所以他就知道他下崗了。那個時候他離婚了，对吧？一個人帶着個兒子，本來在廠裡面反正還能混，結果一下崗，我看他立馬啊就繃不住了，眼圈就紅了，然後背着人就開始哭。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啊，這就是所謂的這個下崗分流。不過當時啊還有好多補救措施，但是說的很好聽啊，其實都沒用。什麼補救措施呢？說你1年以後有可能還要回來，對吧？这等企業好了，優先把他叫進來，等等一大堆的啊。實際上下崗就下崗了，這個是千千萬萬個當時的下崗潮中的一個。由於他呀長期在科裡面，他主要人緣不好，然後又無所事事，就是我一去我就知道，這他在科裡面好像啥也不負責，連我剛去的這種大學生都被塞到什麼這個小組那個小組，他啥也不是。實際上他早就知道自己恐怕要下崗了，他是個邊緣人，按現在說法就是混吃等死。所以他一下崗之後啥也不會。你想在國企混了10幾年，所以他最後就是有很多不是那個時候不叫棋牌室嘛，打麻將嘛，所以他一個朋友開棋牌室，他跑去跟人家幫忙打下手，就幹這事。所以我說的這個耶利欽的父親啊，是一個千千萬萬個這個下崗潮中的一個。他這個下崗還是被大家投票投出去的，更多的人下崗是一刀切，也不用投票，你這個廠子沒了。那最嚴重的就是東北地區。那現在是什麼形勢？這個咱們說的太多了，而且這個大家現在資訊比較發達，對吧？这個自媒體時代，信息爆炸，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現在叫就業難，實際上已經不叫就業難，實際上也叫失業潮。那我們要對比一下現在的失業潮和過去的下崗潮有什麼不同，對吧？我大學剛畢業我就經歷這個叫下崗潮，30年以後啊，或者20多年以後啊，現在又經歷失業潮。那中間又經歷過烈火噴油的時代。什麼叫烈火噴油時代呢？就是你上午被裁掉，下午就去別的公司上班，對吧？補償金拿到手軟，然後去別的公司上班還加薪。那是2010年前後啊，2008年啊，2005年到2013年啊，这個7、8年裡面，那個時候充斥着職場都是跳槽，都是叫 double， 就你的工資沒有 double， 你的不好意思跳槽啊。
那個時候互聯網企業裁員，那好多人就爭相報名啊，對吧？找領導談話，都是找領導談話，你把我裁了吧，好，把他一裁，給他補償，完了之後他下午就去別的公司上班，工資要不是乘以2，對吧？要不是乘1.5，要不還有人乘3的，那這個就是烈火噴油的時代。所以你看，我是經歷過這個一個完整的周期啊，從下崗潮，對吧，到這種獵頭到處挖人，再到現在的失業潮。所以我啊，今天就是閒聊，就把這個前後對比一下，30年前的下崗潮和現在的失業潮有什麼不同，對吧？我的這種切身體會，我先說说不同的啊，不同的是30年前的這種下崗潮啊，它是地域性的，重災區是東北，實際上全國各地都有，但是就是沒有東北那麼嚴重，對吧？東北是很多整個廠子就沒了，对吧？有的廠子還在，至少80%、90%的都下崗，而南方呢，對吧？很多地方也有下崗的，也有破產的，但是没那麼普遍，有搞10%下崗，對吧？有搞20%的，就根据那個厂子的具體情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東北它更像是計劃經濟啊，這個大家也知道，這東北又是歷史原因啊，它成了一個老工業基地。那個前蘇聯啊，不是援助很多什麼大項目嗎？156個重大工程，很多都在東北。那你說你從蘇聯學來那一套，蘇聯援建的啊，蘇聯的專家對吧，在東北，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啊。你看现在我們很多這個軍工廠，還有那什麼戰鬥機什麼的，對吧？在沈飛嘛，你跟蘇聯一學，那肯定是計劃經濟那一套，你照搬照抄，對吧？你想改都改不了，還有蘇聯專家呢，所以他那個基因就是這樣的。而南方呢，因為這種重大工程少，受蘇聯的影響少，南方更靠近這個香港，對吧？你比如說這個廣東珠三角受香港影響，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對吧？那就是市場經濟嘛，受香港影響就是受市場經濟影響比較大。那東北呢，就是受這種計劃經濟影響。雖然改革開放20年了，10幾年，但是東北一直在走下坡路，全部是國企嘛，而且都是大型國企。那最後的結局就是幾千萬人下崗，所以那時候東北可以說就很慘。正好那個時候，對吧？也沒有什麼考大學很難啊，那個時候連不要說大學，就是高中都很難，很多人上了初中就輟學，加上趕上自己的父母下崗，有的是東北很多叫雙職工啊，那時候叫雙職工，双職工一下崗，你整個家裡就断炊了，沒有任何收入。然後這個時候如果趕上孩子上初中、高中學習不好的，那就輟學，輟學幹什麼呢？女孩是不是就去南方了？全國各地 KTV， 那时候正好 KTV 興起。男孩幹什麼呢？也是 KTV 當保安。哎，這個文學作品很多啊，這個我覺得代表作就是那個叫什麼《鋼的琴》，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這個東北那個當年大下崗有多慘，你就可以看一下那個電影叫《鋼的琴》，非常棒。你想想，如果父母2個人一下子沒收入下崗了，然後拿了一點點那個微薄的叫什麼補償金，哎，也就1萬、2萬的、3萬的，這種情況南方稍微好那麼一點。那這一次失業潮呢，這個就地域特色不那麼明顯，因為東北本來就是对吧，這個就業就不怎麼樣，談不上什麼落差啊。欠發達地區本來就業也不行，這一次啊失業潮它更多的是行業上面的區別比較大，對吧？先受衝擊的是房地產，再是移動互聯網，就是互聯網流量見頂，對吧？再是金融行業，再是什麼各種產業鏈轉移，各種外資撤離，導致我們的這個對吧，很多這個比如說富士康人家撤走了，你少了很多崗位，比如說這個花旗銀行，對吧？這個研發部什麼技術中心撤走，你少幾千個崗位，對吧？它更像是行業性的這個含義啊，先從房地產，对吧？再刮向什麼移动互聯網，一個行業一個行業的傳遞。这房地產行業，對吧？80%的恐怕都已經下崗了，跟它這個最高峰啊，2021年那崗位啊，至少下降不說80吧，至少60-70%吧，沒了，那崗位沒了，對吧？現在傳導到哪個行業啊？現在傳導到網約車和外賣都不好幹了。最近咱們節目一直在介紹，對吧？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幹不下去，外賣行業不好幹，不光是東北不好幹，對吧？連北京、上海也不好幹，一樣的，對吧？所以說這一次下崗潮，它地域特色不明顯，但是它行業比較明顯，一個行業一個行業來，這是第一個不同啊。第二個不同是什麼呢？第二個不同，這個失業潮要比下崗潮要更慘。我剛才已經說了啊，這個下崗潮非常慘，有很多文學作品、影視作品都有過這個表達或者叫描寫啊、刻畫。但是這一次的失業潮更慘，為什麼呢？30年前的下崗潮的時候，這些下崗的職工啊，他就是沒了收入，他沒有負債，他沒有按揭貸款要還，他也沒有什麼買了個車子是按揭的。那時候負債的人非常少啊，所以他只是斷了收入來源。哎，如果他去摆地攤，如果他跑到珠三角或者昆山，就是江蘇蘇州那些地方找一份工作，哎，他馬上就好了。有的甚至啊，因裁员因禍得福，他本來在國企裡面得不到施展，那工資300-400的，結果他一被裁掉之後啊，他跑到南方去找個工作3000，是不是他比在國企更好了？當然這個是少數人啊，你
大部分人他不具備这個技能，對吧？有時候自身巨大的慣性，就像我那個師兄一樣的，那他混的就比較慘。只要頭腦稍微靈活一點的，有點才華的，真的有點能力的，那都是在那個過程中啊，到了南方，很多人反而生活好了，很容易就翻身。我記得那個時候啊，我在國企拿300多的時候，我的同學給我打電話，他在北京，他跟我說啊，他找到一份工作，一個月大概3000多，我當時就傻掉了。我說我在這幹1年都賺不到3000，他一個月3000，不行，我必須走了，不裁我也辭職。當時我還有同學說一個月6000，對吧？那對我的刺激更大，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我還說的是下崗潮啊，那現在呢，失業潮呢，對吧？那這個比以前更慘，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很多人他都是負債，他都是按揭貸款買了房，要不買了車，對吧？前半生賺的錢全部拿來買房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錢。這時候他一旦失業，尤其是一家如果2個人都失業，那就完了，絕對的啊，一夜翻平。他不僅面臨着現金流斷了，他面臨着他債還不起，房子被沒收，要拍賣，要貸款賣房啊，這個故事太多了。因為這個人群啊，他不是聚集在某個地方啊，說聚集在東北，聚集在西北，不是，他是全國都有。你看，所以說啊，他不是地域性的問題。也就是說，30年以後的人呢，是都加了槓桿，加了槓桿之後，如果你失業，這個打擊才叫大。下崗潮啊，那只是現金流清零，失業潮，現在的失業潮導致你不僅是現金流清零，而且資產清零，而且你還有負債，你一夜之間變成負的。以前10幾年內白幹了，你還欠銀行錢，你說這叫慘不慘？而且即便啊3年以後他再找到份工作不錯，那他還要還債，也就是他更難爬起來。這是現在失業潮啊比下崗潮更慘更悲慘的地方。相同點是什麼呢？相同點都是30年前的下崗潮是中年人，現在的失業潮也是中年人，对吧？都是中年人受打擊啊，对中年人的摧殘更大。為什麼呢？說來說去就是年輕人也下崗，對吧？年輕人也這個失業，但是他只要不負債，年輕人沒有負債，那他也沒什麼壓力，對吧？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但是不行還可以啃老，堂而皇之的啃老。這個他只要沒有負債，他不行的出去送外賣，對吧？這樣的人和30年前的下崗的人區別不大，就是他只是現金流沒了。為什麼說都是中年人受損失最大呢？就受傷最大呢？因為他上有老下有小，這個中年人正好脖子上啊套的這個繩索越來越多，容不得你喘口氣。一失業，對吧？你脖子上繩子就勒得更緊。這個就是這個基本盤喜歡津津樂道的叫斬殺線。如果拋開這個社會制度公平透明這些啊，社會保障完善這些，我們拋開這個先不說，這種經濟的起伏啊，實際上每個國家都有，對吧？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那不也是有叫什麼經濟危機嗎？但是應對這個經濟危機，如果處理的不好，如果你不公正，对吧？不公平，那會導致什麼呢？導致窮的越窮，富的越富，極少數人呢，他越來越富，越來越富有，窮人越來越多，窮人的日子越來越難過。窮人為什麼越來越多呢？就是很多中產返貧，就是剛才說的，因為他失業了，所以他本來他是中產，一下就變成貧困戶、負資產，這樣的人越來越多。30年前啊，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破產導致的，難以為繼。好在南方啊還有市場經濟，還能接納，後來堅持改革開放，所以一下又翻身了。那這一次呢，對吧？實際上比上一次形成的原因更複雜，更難處理。你看现在是行業性的，对吧？你过去是地域性的，好，我東北不行了，我們往南方跑，往珠三角跑，往長三角跑，有個10年基本上也緩過來了。那你看現在東北人，對吧？比98年好得多啊。但是現在這種失業潮怎麼處理呢？你往東北，你往這個長三角、珠三角沒有用啊。那你往哪個行業呢？對吧？你建築行業的、房地產行業的，你往哪兒轉？轉高科技，高科技容納不了那麼多人，也不需要。所以你看啊，大量的人最後被迫啊去那個外賣、網約車，導致外賣、網約車、物流嚴重的叫內卷，這些行業也幹不下去。所以我覺得啊，這一次失業潮啊，它比30年前的那個下崗潮來得更加洶湧，而且更難解決，造成社會的陣痛啊，造成這種傷疤恐怕更深。再加上我們目前社會保障制度還是非常的不完善，對吧？在公平、公正這一塊，那還是很有欠缺。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很多中產是吧，直接就沉下去了，窮人更窮，窮人賺錢更難。但是同時啊，上海那個豪宅是吧，2個億一套的，1.5億一套的，就像買菜呢被人買走了，說明2极分化加劇。說不好听一點啊，弄得不好，那就像委內瑞拉；弄得不好，就像伊朗，也就是老百姓啊越來越難，加上你的保障還有問題。這個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啊，正好我也經歷過這個整個的過程，對吧？從下崗潮到這個所謂的白領吧，造就了很多中產，那到現在的失業潮，我個人的一些觀點啊，供大家借鉴，也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对比一下。你对比完之後，你就發現恐怕這一次這個失
失業潮不好解決，日本要消失了30年，以一代人为代價啊，是不是我們也要面臨這種情況？以一代人為代價什麼意思啊？就是大量的人破產，破產就是出清。這個我在以前這個很多節目都說過啊。什麼意思破產呢？就是我們會看到很多人啊，你看到油頭粉面的，這個穿金戴銀，對吧？開着豪車，抽着華子，後備箱裡裝着茅台，這些人大部分已經破產了。他表面上看啊，好像還有資產，當個老闆，實際上他沒有現金流，對吧？他都是應收賬款，還有應付賬款都被凍住了，這些人都在破產。但是呢，他也不甘心破產，對吧？他總認為我還有錢呢，我欠銀行1000萬，但是我這個賬上我還有2000萬，對吧？都是別人欠我的，我把這要回來給銀行一還，我還有1000萬，我是有錢人呢。他不能接受這個現實，所以你讓他去找工作，你讓他騎個電瓶車去送外賣，那是不可能的。大家還有幻想，大家還以為這個恆大欠我的錢我還能要回來。我把這說的簡單一點啊，就這意思。那什麼時候就沒了幻想呢？就是破產清算，這叫出清，对吧？銀行的錢你也還不起了，別人欠你的錢也沒了，你從零開始吧。這個時候3000一個月他覺得還可以，能接受，因為他那個虛幻的啊，那個1000萬2000萬的資產是零。這個事情啊，要讓每個人都要接受。比如說你以前找工作是18000，你現在給你一個3000的工作，你也幹得很來勁，很喜歡，為什麼呢？因為你心中那個理想已經沒了，大家接受現實了，都對吧？從零開始，這個時候啊，經濟才開始慢慢復甦，對吧？你看為什麼還有失業潮呢？就是有很多年輕人他不是找不到工作啊，他只是對工作不滿意，跟他的那個理想不一樣。他想象的工作是白領，对吧？这個隔個半小時喝一杯咖啡，完了就在那兒早上9點去摸摸魚、打打卡、扯扯淡、看看短劇，好，8小時過去了，下班，然後再對吧？就參加各種什麼高大上的這種會議，他的腦子裡是這樣的。那很多2、3千、3、4千、4、5千工作他看不上，哎，那工作我都多累啊！完了之後，我爸給我的零花錢都不只是3000，那我為什麼跑你那受氣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麼回事啊？對吧？我讀了多少年大學，我呢給你擰螺絲嗎？不可能的。對，所以他對工作他也挑，就是一方面很多單位他也招不到人，招不到合適的；一方面是大量的人沒工作。這個所謂的沒工作失業潮，指的是沒有優質工作，對吧？沒有匹配上他那個想象中的那種工作，所以說就業就越來越難。那就等到這些想法清零，大家都接受目前這個現狀，對吧？3000的也搶着幹，保安擔起來，那經濟就見底了，開始慢慢復甦。所以我說啊，為什麼說接下來會很慘呢？因為必須要經歷過這個過程，叫出清。出清就是很多人破產，有可能是物質上破產，有可能是精神上的破產。什麼叫精神破產呢？就是說你以前看不上的工作，你現在幹着還挺來勁。那作為我們怎麼辦呢？這個咱們天天會員節目裡面，對吧？還有其他節目經常說的，就是3寶啊，對吧？就是要降低慾望，堅決不負債。只要你不負債啊，沒人打得到你，對吧？你頂多失去工作而已。失去工作啊，救濟手段很多，自救的手段也很多。但是你一旦負債了，那是沒人能幫你，你爸的不一定能幫得了你。所以說不要上槓桿，不要創業。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